许成，再见了。哦，嗨，小姐，您这是有事儿吗？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不知道小姐这忙要我怎么帮呢？我是张叶达的人。恕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小姐您竟然是张总的人。张总，先进来再说吧。这也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又不会吃了。进来。哎，既然你知道我是张总的人，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？明白。